咱所听见的，有啥物人相信啊？耶和华的信手，捌啥物人听见啊？因为伊要亲像季节的雨，也要亲像风发出伫大地，对野生的树头要发一枝，对伊的根所生的枝要结果子。这就是万军的耶和华所讲的。这就是我迄个亲做树枝的仆人，伊要对伊的根头发出来，伊要起造我的教会。
虽然是伊说，却要加做以色列人遮款的。伊要伫耶和华的权能，甲伊威严的名徛起，来扬起伊的英魂。因要安然徛起，伊要做大，直到地极，伊要做咱的平安。
大彼个好个啊，无得惊，伊就带玛利亚入门做猎母，因为伊所怀孕是对信心来的，伊要生一个囝，伊就叫伊个名做耶稣，因为伊要救伊个百姓脱出因个罪恶。这个事情拢正是要应验主托先知所讲的，迄个17女要怀孕生囝，因要叫伊个名以马内利，意思就是上帝甲咱伫地。约瑟困起来，照主的体誓所命令的一行，带玛利亚过门做母，无甲伊同房，到伊生囝，就叫伊个名做耶稣。来看水影。